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阿文哥。今日要来谈呢两个呢，要谈一则诗，来朗读一下。一点一万床，那台双木梁，台下一张灯，灯下一口糖。再讲下解读哦。一点一万床，那台双木梁。台下一张灯，灯下一口糖。哟，也是呢，则诗呢，问大家5秒钟想一下哦。等等 ，OK， 来讲答案。这则诗就是狗甜甜的狗，哎，怎么解呢？我那狗呢，来看一下哈，一点一万床，有没？一点一万床。来看下去，哪台双木梁？那梯子上无梁啊，这个有像梯子吗？好，来过来，台下一盏灯。哎呀，这个梯子的底下，有一张椅子，梯子底下有一张椅子，椅子底下有一口糖啊。按哪个意思哦？大家有问清楚吗？